最近有艺人批评讲，咱台湾超速翕相机密度伤高，真见效。内政部是表示讲，目前是有1809个超速的翕相机哦，警政署会来检讨。今仔早起，交通部长陈世凯伫立法院嘛表示讲，说超速翕相是地方政府的权责，设立地点佮超速的规定，卖甲地方政府做伙来检讨。 路边挂告示牌提醒赛车人附近有超速翕相，台湾都会区车流量大，最近被批评道路超速翕相密度伤过悬。这次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交通部长陈世凯强调，这超速翕相会位置，权责伫地方政府，知影伫维持质疑，源头是道路设计问题。 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跟数据去支撑说为什么要降为50，降为40，而造成大家就认为说政府抢钱。台湾的道路的设计跟速限的规范，当然有一套标准。如何确保这些安全改善的目标跟措施能够落实？考核跟查核的部分，中央还是会持续来做了。好，虽然说道安3.0之后会有一个区域中心，陈世凯强调，道路速限有一定的遵照原则，对道路设计公路体系已经真侪摆检讨，暗过也承诺会联络地方政府，针对道路设计甲测速设置会全面检讨。真正需要减速的路段，不是只有去靠罚单，应该是要更靠这个我们的交通工程，然后透过罚款作为一个财源，把钱用在改善路口的视距，增设无障碍人行道。议会也点出，即马罚款收支分配办法，地方政府应提75%，暗过今日其中12%民营应该优先执行交通执法加交通安全改善项目，呼吁建立出动监督机制，确保项目执行合理。 开始启动这方面的讨论。那不过因为就是这个是比较早期的规定，那跟现在的那个财政纪律法还有地方政府实际运用的情况有一些不同，所以大家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针对测速相机是不是伤过济，内政部也表示，全台测速相机设备总共1809个所在，警政署会鉴定设备设置甲调整标准，态度不合理的执法地点。记者综合报道。